有一种声音从古至今，有一种技艺百世传承，而银饰则是以银为基础而撰写的浪漫。今天让我们走进古城，一起去寻找这一份浪漫吧。华人自古爱银，以银为节，以银为彩，以银为荣，以银为贵。那是对纯白无瑕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也象征了华夏民族特有的优雅。银饰匠人，一群浪漫而又执着的人，他们将情感一点一点写进银饰里。松潘是多民族的聚集地，具有的首饰都不同，各有各的特色。藏族就偏好玛瑙、珊瑚加进去、镶进去，羌族就喜欢雕刻，本地人就喜欢这个牡丹花，打在这个手镯，运用在这个银器上面。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，来松潘已经24年了。我专门就是面向藏族的，是藏糕、饰品之类的。基本上都受当地藏族人民的欢迎，挺喜欢的。铸炼、捶打、编结、刻花，每一道工序里都融入了耐心和细致。雕纹刻镂，精雕细琢，每一个细节里无不体现出银饰工匠的浪漫情怀。他们将细腻美好的感情寄托于物，用时间去琢磨，用手艺去打造。每制作一个银器都要花费很长时间，它有很多的工序，每一个饰品就像一个艺术品。我很珍爱他们，也喜欢松潘这个地方。银饰工艺技术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最为璀璨的工艺文化之一。银饰工艺继承于古人的智慧，在如今工业化发达的时代，这一件件手工制作的银饰韵味更显悠长。